白色的普通型线条，淡薄仔牛奶香味，佮搭配浓格酥饼，来自日本，有北海道之神之称的超人气冰淇淋品牌。10月25号来到新光三越台南新天地开设快闪店。因为觉得就是大家很久没有出国了，然后因为它只有在台北才有，然后就是从北海道之前有吃过这样的一个口味，然后觉得很棒啊，也是北海道恋人啊的那个饼干，然后就很想要快点来大快朵颐，所以今天第一天就来快点来享受了。无同于一般的冰淇淋，加了25%的开幕，加12.5%的乳脂肪。放入去嘴内底入口即化，柔顺丝滑的口感，让人食甲足煞脆的。它的口感还蛮浓郁的，就是巧克力也不会太甜，或是它是那种偏苦的那一种，我觉得它的味道不会到很假，就是不是化学的那种味道，是天然的味道。然后它的牛奶成分就是非常的浓郁，巧克力也不会过甜。除了有完美的口味，还佫有着足水的造型外观，互大家摕摕了后一直拍卡翕相。目前的口味有牛奶、巧克力等口味，店家嘛预计伫11月的时阵推出新品，欢迎大家前往品尝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